唔知道大家有冇計過一筆帳嚇？好多人咧喺大城市交嗰啲房租咧，其實大部分係浪費咗嘅。好多人揀擇一線城市工作，無非就覺得收入可能會高一啲，租房不過係揾一個能夠食飽瞓覺嘅地方啫。但係實際上，你所支付個房租裏邊咧，可能隱藏住一張頂級資源嘅入場券，亦可以係免費嘅就業服務、免費嘅展覽、免費嘅講座等等等等。嗱，今日呢條視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用最低嘅成本嚟得到最多城市嘅資源紅利。上班族啲朋友咧，你可以關注一啲公益課堂嗰啲賬號，裏邊嗰啲課程咧涵蓋人工啦、AI 啦、電子商務啦、攝影剪輯啦、公共營養師啦、整理收納等等諸多個品類。文娛愛好類嘅課程涵蓋所有嘅什麼健身瑜伽啦、咖啡點心啦、形象裝造啦、非遺手作啦等等品種，全部都係免費開放。落班週末時間你就可以去聽㗎啦。嗱，中意睇書嘅老友可以關注下廣州圖書館，每個月都有大量嘅讀書會、藝術沙龍、專家課，去嗰度參加學習。你想喺廣州創業或者開拓你個副業嗰啲老友，你可以關注下呢啲頂配嘅產業資源。尤其我哋廣州擁有眾多嘅批發市場，皮具啦、布匹啦、服裝啦、汽配啦、茶葉啦，多啲去呢啲地方摸清下行業嘅一手資源。但深圳咧最值得普通人就係圍繞住後生人就業創新搭出嚟嘅一整套免費嘅公共資源。深圳市開設咗唔少深圳公益培訓課，涵蓋邊啲啊 AI 創作啦、智能體、數字人啦、工業自動化、直播電商、供應鏈管理等等等等多分類嘅課程。文化方面咧，可以關注市民文化嘅大講堂，專家請佢哋講課，內容咧覆蓋國學嘅文化、職場技能、前沿嘅科技全品類，仲有直播嘅課程開放。嗰啲嘢唔使你一分錢，你就能夠享受到頂級嘅資源紅利。深圳最有人情味嘅一個點咧，就係對於嗰啲年青人嘅求職幫扶。你啱啱畢業冇穩定工作、冇穩定嘅住所嗰啲朋友，你可以搜索一下青年驛站、愛南山、心夢揚帆呢啲關鍵詞，你搜一搜，依據自己嘅實際條件，最長你可以申請到一個15天嘅免費住宿支持。想向上社交、積累高端履歷嘅啲朋友呢，你就可以睇睇志願深圳，有開放文博會、高交會各類國際賽事志願活動參與嘅報名渠道，係普通人能夠近距離觀摩頂級活動，結識各行各業嘅優質大佬，拓寬眼界同埋圈層嘅最好方式。一線城市啊，佢嘅壓力肯定係必然存在嘅啦，但亦都俾我哋咧留足咗好多資源，呢啲免費嘅資源合理利用起嚟，用低成本利用城市嘅資源提升自己。